咱备备心来锻炼咱今仔日的信息。26首，咱会当拍开咱的信息吼。那我感谢上帝，存下饮食对心病，主行己代志，万民了一切欢喜，阮对舞台出席。你就是好无力，因为无数人爱，今日又得宽待，困就是阮上帝，一心甲阮相违背。星光，耶稣平安甲阮大，伊阮会保守，甲咱得着解救，带阮脱离灾害，现在煞到将来。煞接是580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感谢主上帝大灵伊，你是欧罗的迷失，我感谢啊你好塞呀。无够赢，我心所敬听，我只好的目镜，犹古点美呀，拢无惊，一水的草坡，你欢喜带阮去。我通甲你当欢喜。咱信息锻炼到这。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。咱做伙请安来问候，愿耶稣祝福你。咱甲边的兄弟讲，耶稣祝福你，耶稣祝福你。耶稣祝福你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赞美神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。不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，每时每刻，耶稣他都掌权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拍手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稣掌权；四面受敌的时候，耶稣掌权。不看环境，只要全心来相信，耶稣掌权，他凡事都掌权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
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稣掌权；四面受敌的时候，耶稣掌权。呼喊唤起，只要全心来相信，耶稣掌权，他凡事都掌权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哈利路亚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哈利路亚，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。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他掌权在每一天，耶稣真掌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，让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，可以重新得力。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。耶稣是我生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。虽有暴风雨把我挡，注目我的亮光。耶稣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。虽有暴风雨把我挡，注目我的亮光。它使我生命重新得力，使我抬头高昂。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。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。虽有暴风雨把我挡，注目我的亮光。它使我生命重新得力，使我抬头高昂。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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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
起的天天闪闪时，为牛刚刚照起边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树声的音时，上帝想岁平安眠，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。虽拄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过深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地，因为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阻碍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也起的天天闪闪时，为牛刚刚照起边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树声的音时，上帝想岁平安眠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。虽拄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过深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地，因为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阻碍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我过深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地，因为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阻碍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我过深山谷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地，因为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阻碍，甲我三做伴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，有平安对我一世人。感谢上帝，伊的平安要对咱一世人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今早起，阮正下这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。感谢主，你无比的听，你的慈悲甲怜悯，尤其是伫这农历的7月时，阮看到侪侪人因心内充满惊吓、无平安，因为因毋明白你。主啊，这是阮要为着因来祈祷，求主圣神来充满因，平安的福音来临到因，互因真知影，只有耶稣的平安，才会当互因得到头白。因为主你有讲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，我赐予恁的，甲这世间予人的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，毋通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怜悯甲看顾，我嘛要将这个福音传予众百姓，互因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。
感谢主，愿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完完今在你的敬拜甲学乐，会当得到你的欢喜，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。听阮的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再一次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请坐。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，保养伊的所做，就愿伊吟诗，愿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各位听者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第26首，圣诗第26首，三万感谢上帝。做伙来吟全首。
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全能的神，荣耀的君王，你是阮的召唤，阮仰望你，信靠你。你灵时时甲阮同在，你疼惜阮，祝福阮满满的平安福气。阮要感谢你，阮要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阮的教会经过久久无牧师的时间，阮新的牧师就要来啊！阮满心欢喜，毋望几礼拜后，阮要拣选平安会当平安顺利。求主祝福保守阮的教会未来的路，固守阮路球教会众兄弟姊妹的心。大家甲牧师会当同心做工，团结合作，共同拍拼来传扬福音。阮用受教谦卑的心，献上你所赐的才能，共同服侍，人人拢有能力会当做到服侍别人的人。求你赐福阮灵命，用智慧的疼心，温群做工，希望教会。主啊，虽然阮知阮的能力有限，气力不足，但是阮犹阁要认真拍拼，回应主未来的疼甲恩典。阮只要倚靠主，有主同在，传扬主的疼甲福音，就会得到主的欢喜。感谢主，你的宝血已经洗清阮一切的罪，赐予阮信心甲力量。阮借着祈祷。阮将众兄弟姊妹心内讲袂出的苦楚，也是家庭，也是工作，也是学业，一切读业，阮拢交托伫主。你知阮的困难艰苦，只要阮归向你，阮知你随时伫咧保护。感谢主，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，身体拢会当康健。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，困难拢会当得到帮助甲头发，听起因心内的呼求，安慰因的心灵。伫基督耶稣内底，新心灵拢会当得到主你来的平安，会当充满欢喜。阮的礼拜将要开始，求你的圣神降临，借着牧师的讲道，开启阮的心灵。你的圣灵充满伫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伫主内底彼此相疼，安慰甲扶持。愿阮全意归向你，祝福服侍的兄弟姊妹会当哪服侍哪甘甜，祝福遐个无法度来的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大能运行伫阮的当中，无所不在。感谢主，愿安尼诚心祈祷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大家，咱做伙来启应文第22篇，伫新圣诗的后壁面。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，伫新圣诗后壁1039页。在迄着，我来客兄弟来应。来呀，咱来唱歌阿罗上主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。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。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。伊创造海洋、大海属伊。
咱啊来啊，来结交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感谢主，再者是圣歌队的献诗，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神的道路，请。
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，带领咱做伙敬拜上帝，感谢。接着，咱做伙来纪念10届，请会众起立。上帝10届，第一届。第二届。第三届。第四届。第五屆。第六届。第7屆。第8屆。第9屆。第10屆。非常请坐。再者，咱做伙来共读圣经。今仔日所讲的圣经记载伫个《歌罗西书》第3章第12节到第17节。台语和日本的圣经伫新约231页。选着，我来读，听这主神来听。第12节，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实性也得着听的，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疼忍来听。即使入比有业限，就三宽容、三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恁，恁也着安尼。伫遮个顶面，着穿仁爱，就是完全的结连。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，恁受着成做一体，也是为着即个，搁着感谢，着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父，三教示、三苦劝，对稳定伫心内得言来学到上帝，搁凡所做的，却是讲，或是行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，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。以上。煞只是讲到。今仔日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第4篇，凡事感谢，凡事感谢。即咱三个暗头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因为阮知。是你的恩典，互阮伫罪恶中得到拯救。因为信靠你，阮会当称做义。主上帝，阮知影，踮伫世间，阮事事项项，阮会拄着侪侪无如意的事，总是上帝你的恩典教育阮的。你爱阮着学习，凡事感谢。通过今仔日，你家己的话，伫圣经所记载的，通过你的罗卜的嘴所要传讲的，由你来圣化，互讲的甲听的，平平拢得到利益。愿咱的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牧师要来讲的就是咱。基督徒生活态度第4讲，叫做凡事感谢。国语讲凡事谢恩吼。拄则咱的电子书所甲咱读这段圣经，这是保罗写歌罗西教会的回信。哦，第12节到7节，咱会当讲保罗将基督徒甲伊做一个定位啦。咱知影，
车辆爱定位无？爱。哦，安尼才会安全啦吼。即个内容伊的定位就是头前，咱是上帝的选民啦。选举若到有选票叫做啥物？选民，有无？哦，所以咱是上帝所竞选的百姓。若用台语来讲，选民叫做竞选的百姓。所以咱有权利，当然嘛爱有义务啦。哦，咱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嘛，共款。咱做一个泸州教会的会员啦，咱有权利嘛，得甲爱有啥物义务，是不是？何况拢是咱是上帝所亲自竞选的子民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是上帝所听，哦，所以爱过圣洁，这个上帝听的人呐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Holy， 哦，圣洁就是无瑕疵、无拉伤，包括咱的心思意念，包括咱的行为。所以，既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咱嘛爱有伊的形象，嘛爱有上帝的圣洁，嘛爱有上帝的听，咱是即款的人，哦。所以，这个定位就是互咱讲着讲，基督徒伫咱的内心，咱有3项来表现吼。第一项就是有听，听是啥物？听的倒边是啥？无听，毋是干那无听，还有包括啥？怨恨、对立，是毋是安尼？安怎听？你有听你的囝儿无？有无？但是有诶讲无呢。伊就对我无友好，我要听伊。哦，咱拢有要求啦。伊爱对我知，我才要听伊。但是这个听是上帝的听哦，是牺牲的听哦。不过伊对咱怎样，咱就是听伊，等于上帝听咱一样。所以这个听，毋是自私的听，是无限的听。了解哦？所以第一项爱有听，第二项爱有啥？有平安。哦，即摆是7月，旧历的7月，咱叫做啥物月？几啊月？哦，你敢会惊？哦，拄则咱的敬拜团，黄队长就甲咱，这敬拜团甲咱带领平安的啥？7月年啊，哦，上帝予咱的平安，毋是世间人予咱的平安，所以咱每一天拢是平安的日子。所以平安并无表示讲咱袂拄着困境，拄着难处、恶担当的事。所以主要所在甲咱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总是恁通放心，因为我较赢过世间。哦，我所享受恁的平安，毋是世间人所予恁的。咱真侪人去庙寺咧求平安符，有无？哦，毋茫讲哎，符啊甲挂落去，我安尼你就平安啊？其实毋是安尼，有主伫咱的内心，咱信靠伊，咱就真实的平安啊！就算讲伫苦难中，犹原有平安。哦，第3项就是讲咱基督徒心内爱有啥？感谢。讲真容易啦，做会到。感谢呢？啥物叫做感谢？说记咧，对无？哦，人若对咱好爱，甲人讲啥？谢谢，多谢，是毋是安尼？努力吼，努力对，劳力啦吼，毋是劳力士哦吼，努力哦，互你这样出来安尼吼，甲你感谢。但是吼，喙讲较紧啦，毋过有时咱嘛有常常拢有真侪怨叹，对无？怨叹较济也是感谢较济。哦，
完蛋较济，吼，所以较早咱到第15章18章，就是咱即摆安尼4个主题吼，第一个追求良善，有无？第二个什物？啊，常常喜乐欢喜吼，过来不住的祈祷吼，祈祷无煞，过来就是即个万事感谢啦吼。讲伊讲，咱读一遍来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台语先来讲，万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的恩恁的旨意。好，安尼大家国语差无介济啦吼，嘿，都是讲伊啥讲社运啊，有无？迄我想着讲，有当时咱伫看迄个一寡古代剧啦吼，不管清朝还是啊皇帝讲谢主隆恩安尼无？哦，咱无做谢恩安尼咯，敢若是有安尼啦，哦，啊谢主隆恩，就爱佫有比动作安尼吼。哦，对不对？谢主咯，都爱佫跪落去拜落去吼。好，所以万事感谢，万事谢恩，这嘛是咱基督徒基本的生活态度之一。哦，安尼4项背起来无？来，追求良善，就是常常喜乐欢喜吼。再来，祈祷无煞，第4。万事感谢。啊来，这个谢恩啦吼，啊咱信仰圣经大部分拢是希腊文所写的，这款字叫希腊文啦，哦，会晓读无？袂晓，无教堂啦，袂晓吼。诶，这款字现在有学过吼。头前迄个 E， 啊一个 V 就叫 N 吼，啊 X 就是。克，哦，啊，一个敢若阿尔法有无？啊，到啊，哦，啊，这个一个敢若 P 有无？迄是 R 啦，吼 ，R， 啊，那迄个一个敢若一个鱼仔有个 S4， 哦，啊 T 就咱读了读，特，哦，啊，这个 E 读了 A， 哦，啊，一个敢若 W 叫做 O。所以安尼，学过叫做 encaristeo， 来，咱读一遍来 encaristeo， 哦，等下当甲恁孙讲，我嘛讲希腊文 ，Greek， 哦，背起来袂？若无英文啊，还有发音嘛 ，encaristeo， 好，以后咱再来开。希腊文班啦吼，毋是我教吼，我瞎教吼，我因阵啊读希腊文用要去用当掉，足歹读的啦吼，啊个希伯来文啦，希伯鲁吼，啊来，这个意思是啥物？哦，有解释哦，讲出感谢的话，你讲感谢讲出来无？啊无人哪会知，对不对？哦。讲出感谢话，过来祝谢，有无？啊，像咱食饭的时阵爱讲啥物？谢饭，食饭的时阵爱感谢祈祷，或者谢饭祷告，拢是甲即有关系啦。所以，那呢，咱要怎样凡事感谢？后来有几项，第一项，咱学习对拜愿到。感恩来讲一遍来，对拜愿到感恩啦。哦，咱拄则讲着感恩感谢的道柄就是啥？拜愿，英文叫做 complain， 有无哦？诶，日语毋知影讲，嘛共款啦吼，这拢外来语啦吼 ，complain 吼 ，complain 是讲袂晓讲感谢伊，我搁定定咧安尼怨叹，有无？人嫌东嫌西啦，会袂？啊，比如讲啊，咱去坐车，有无？啊，无位通坐，啊是讲车忽然间
刹车有无？那司机哪做航班？对不对？哦，我行一个对。啊，今日饭呢足歹食，煮无够熟，我手咸，对不对？会咸无？啊，以后拢免食啊。啊，有当时吼，毋过人把心理学是讲会嫌物件，甲会买物件啦，对无？哦，你摆公司一定会加减嫌嘛，啊，这安怎，行到尾仔嘛是买，有无？哦，毋过这就是讲，咱常常拢是一个埋怨啦，哦，一个毋知影上帝恩典甲慈爱的人，就真容易埋怨啦。你看以色列人就好啊，哦。以色列人，啥物人带因过红海？摩西哦，咱中间有人摩西无？啊，好对了，啊摩西西，啊做摩西，唔对了，我这边摩西哦，啊袂啦，啊袂，查甫拢会较会落头毛啦吼。啊，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啦，过红海，较大阵的几啊十万人呢。安尼红海甲伊，摩西赶一个记落去，红海安怎？几过，变做大地陆地，哇，阵阵安尼经过红海过，然后埃及的军队兵安怎？伫后壁要接应，因为法老。反悔啊！看我哪会使帮因走，对不对？哦，等甲因拢上岸了，以色列的军兵啊伫红海内底，伫迄大队，上帝搁红海回复砍起来，哇，阴死呢！哦，因讲无看到即款的奇妙的拯救，有啊无？一定有啦！因讲这上帝怎样用水来消灭这埃及的队兵？但是安怎？因上岸了，开始咧行旷野，就开始埋怨，有无？啊，出来记第16章记载哦，第20到第30，哦，因甲摩西、亚伦发出怨言啦。伊讲哦，这是国语的啦吼，台语是讲，毋值得阮踮伫埃及地啦，哦，死伫耶和华的手，讲。倒不如安怎意思讲，阮若伫埃及，还阁留伫埃及，吼，迄时阮阁有肉满鼎呢，哦，这路呢阁袂歹啊，吼，阁有肉通食，对不对？后来，阁有啥物？阁有饼通食到饱。啊，恁带阮出来，到伫即个旷野是要互阮遮个会众拢饿死哦，枵死哦，饿甲枵共款啦吼。袂使讲饿啦吼，伊安尼是袂歹怨。我无通食啊，巴肚会枵啊。咱捌有即款经验无？会哦，你若出去露营就知啊，还是出去迄种荒郊野外，啊，袂去炸物件，哇，无通食，啊，你带阮来遮要创啥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遮以色列百姓就是。因袂记咧讲，上帝是要拯救因脱离伫埃及最奴隶的生活呢，要互因去追求自由幸福的迄个迦南地啦、水的地啦、流奶甲蜜的地，对不对？无啦，因若看到眼前啦，啊，阮无水通啉，阮无肉通食，因就开始啊怨叹啦，埋怨上帝啦，你甲得罪上帝呢？人若埋怨上帝，就得罪上帝。所以咱知影讲，若常常埋怨上帝的人，伊的人生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！你知毋知？你有相信无？哦，因为你伤着上帝的心嘛，伤着别人的心嘛，伤着家己的心智，你叫你无法度积极向上进步。对埋怨到感恩啊，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属灵生活一个温度计。温度计台语安怎讲？道签啊对，或者台语老师毋知吼。
顶礼拜我有讲着无期装头无？哦，比如说传个影片互我，一个教授甲咱教吼，我毋知，你当传互大家啦吼。这叫大富翁啦吼。啊，第二载叫啥？记载，记人迄个记，吼，记哦记载，会使中记咧，中载，哦，啊第四记叫啥？摆载啊，摆载啦吼，摆载，毋是无名载哦吼，啊，即记咧，买载嘛使，哦。啊对，啊就是挂手机拢爱挂一支摆载，好，这影片袂歹吼，我多谢咱的吼，这个叶长老吼，温度计叫做度江，想咱的生活的度会提升啦，温度爱悬也是加较好，多好就好，伤悬真发烧啊吼，爱伤低咧，8半，哦，拢毋好，啊所以正常的度出来偌济？安尼有概念吼。你若超过38度，就表示啥？发烧啊啦，吼，爱去医生看，爱食药啊。好，所以这是学习感恩啊，吼，基督徒的见证。咱知影有一个故事咧，讲着信义会，伫美国吼，一个宣教师，一个牧师娘吼，叫文神的牧师娘，伊吼。一摆拢带50、60个姊妹妇女啦，吼，伊9月每一礼拜的祈祷会啦，哦，50、60个算济啊少？袂少啊啦，吼，咱毋敢讲济，人袂少啦，至少比咱都收到较济啦，吼，咱嘛当达到50、60个，好无？吼，这是咱的目标啊！开始这做伙大家就要祈祷啊，莫讲，啊，若提出讲你要祈祷啥，无？安尼讲无？来，福存即阵有啥物要带倒的无？吼，啊，另外这有啥物要带，咱来问嘛吼，啊，大家做伙来祈祷啦。哇，一个安尼问的真正姊妹哦，拢开始着排怨啦。阮翁哦，足无体贴啦，吼，啊，拢毋听我的话啦，啊，阮囝拢无友好啦，哇，大家拢开始排怨，你知无？吼。啊，对到吼，即群姊妹咧祈祷的时，大家拢出声伫咧啼哭，嚎到诚大声，哭赖上帝啦！上帝啊，你著互阮翁较乖咧啦！上帝啊，你著互阮囝较友好咧啦！哇！我所以哦，规阵诶人伫遐咧嚎甲安尼吼，安尼哭甲哭成一片啦，哦。啊，所以有一摆有一个大学生为经过，为教会边外口经过。就爱问迄个牧师娘讲：“嘿，啊，恁信耶稣生啊遮痛苦，安尼啦？嗨，即句话互牧师娘讲醒起来，醒悟啦。所以伊就知影讲啊，安尼无见证，就甲遮姊妹教导讲，咱吼以后的祈祷会，毋通搁埋怨咱的家庭的代志，咱咧较济讲恁丈夫安怎好款待你，对无？啊，恁囝儿啊有听话，有感谢，有甲你友好。毋好定我拢听着伊歹啦，咱讲歹嘛有一步啦，hạn嘛，敢毋是？吼，咱拢即个姊妹拢咧笑吼，表示咱可能嘛有即个现象啦吼，想着恁翁的好，想着恁囝的乖，对不对？哇，为积极的感恩来思考。安尼一个讲了吼，有觉醒呢，才开始改变的呢。哇，自慧心大家都安那，就拢讲一寡懊恼的话，感谢的话，你知道？吼，啊，就渐渐改变因的生活的态度。迄个祈祷会嘛，充满感谢，甲懊恼，大家就两个拢足平安的，足欢喜的。然后家庭的气氛嘛无共啊，真正也无共啊，吼。所以夫妻的关系改善，母囝的关系嘛得到进步，所以咱要讲心态，就会带来生活的改进。你的心态真重要，就互你有美好的见证啦。
英国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叫做 Dixon， 有一摆是我请到美国去访问啦，伊对美国遮个听众讲，我知影恁美国人，甲10月第4礼拜的拜四，定做啥物节？Thanksgiving 对无？哦，叫做感恩节。后来，即摆9月啊，咱即摆已经世界性9月有当时也卖举行，有无？哦，毋过咱用礼拜是较济啦吼。11月第4个礼拜的拜四，全国伫遐庆祝一天。毋过这个神讲，其实吼，恁爱甲即天吼，甲改做卖万节。嘿，哟，大家听着讲安尼讲，伊讲吼，你讲恁做恁发射，做恁伫遐 complain 卖万。毋过咧，剩咧一年还佫剩几工，364天，恁爱诚做感恩节，倒变是。啊，若无咱定讲，我逐工嘛要过年，有无？过年嘛来迄工尔。啊，你若逐工过年，哇，逐工拢欢欢喜喜。意思讲，你其他逐日拢爱感恩啦，毋是干迄工才感恩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即句话有意思无？哦，值得咱来思考吼。好，第2项，对着咱的主题啊，凡事感谢。好，拄则咱读过圣经，甲说内容甲前书5章18节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入基督耶稣恁所定的旨意。那呢，什么是上帝所定的旨意？就是凡事感谢。就这句言啦，这是上帝予咱的命令，咱会记。这叫做命令 ，order。若是命令爱去做无？爱。这是凡事是啥物？啥物叫做凡事？每件事 ，everything。后来，就是讲你任何的境遇啦，我咱有手手叫境遇好歹是主所定，有无？哦，2项拢是花目山啦，欠命，遮你讲是主所定啦，2项拢是花目所欠命。啊，比如讲，若落雨，是毋是？你要感谢是拜完？啊，感谢。啊，出日嘞，啊，嘛甲爱感谢。毋过吼，有一个老母伊有2个囝，一个咧做米粉的，啊，一个咧卖雨伞。哦，啊，米粉就爱曝日嘛才会干，对毋对？啊，雨伞就爱怎？落雨才有生理。啊，即摆落雨时，伊就怨叹上帝，上帝你今仔落雨啦，阮做米粉的囝吼，米粉曝袂干，就无人卖啊，对毋对？啊，若出日嘞，嘛是怨叹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哪会出日才出啊大啊，互阮咧卖雨伞的囝啦，无生理，通做，哇！啊，上帝讲啊，我本来毋是出日就是落雨啊。但是信仰做了吼，伊听着无输，讲到了，伊心态改变啦。啊，若出日就是安啦，感谢上帝哦，我迄个做米粉的囝啦，米粉曝会干。啊，若落雨咧，哦，嘛学了上帝，感谢上帝，互我咧卖雨伞的囝啦，有生意通做，对不对？环境有变无？无变啊。咱逐工毋是出日，啊无就是落雨啊。啊，你的心态，啊，我准备出门啊，哪会咧落雨？有无？会怨叹？加减会啦吼。所以咱凡事有指3种，第1项叫做顺境，咱爱顺境无？还是爱逆境？落去嘛爱顺境，哦，就是讲啊，我平安啦。我顺利啦，健康啦，成功啦，互我的存款愈来愈济，对袂？会吼，钱嫌济爱嫌少，袂嫌济啦吼，哎，啊，这叫做顺境啦，啊来，所以若顺境时，你会感谢袂？好会哦，感谢主哦，你足听话，
哦，互我搁趁一笔安尼嘿，哦。毋过，咱有拄有经，捌失败过，有诶啦，捌失业无？毋捌咯。会兼会人也无咧找头路，我简单。哦，捌泡面无？捌啦，常常爱泡面，倒去汤，倒去酸，倒去疼。哦，拄则我入来是问倒者，起码讲无水诶，有法祈祷。哦，因为我赶紧要行好会使，安尼，都好做安尼较济过啊，我嘛较安慰啦吼。哦，这起码做一个对无吼。讲咱人身体会败坏，毋过咱内心啊呐，日日换新，信靠主就喜乐有平安。过来，除了顺境逆境以外，哦，伫逆境要无容易感谢，真正，哦。所以这个时阵，若伫逆境会感谢上帝，感谢这叫做有深度的感恩。哦，第三就是平常时平淡，像你也无拄着挫折嘛，无哦，就是安尼平平顺顺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平顺就是敢若机械式的啦，困饱食，食饱困，哎，哦啊，都逐工安尼过日子，我即摆就是安尼，逐工困饱食，食饱困安尼，哦，啊无啊我无咧误会啊，哦。说什么来着？有影，我想讲，你哦，啊，咱去行行，恁同齐，所以阮就下晡时啊，吼，啊，就去阮附近啊，河堤啊，吼，啊，一社区啊，行路。嘛说恁当啊，要活就怎么样？要动，哎呀，还有活动，哦，所以常常伫平静的时阵啊，咱会袂记感谢上帝啦。某一个故事。哦，啊，是的，这个是有一个牧师吼，伊捌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章40到90，咧讲着讲，咱就讲着教会，伊咧讲着保罗啦吼，知影哥林多教会真侪问题嘛，毋过有愿为因感谢上帝，哦，有啊，我常常伫恁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上帝耶稣基督。所赐恁的恩惠，知影恁凡事富足，口才捌拢调变，亲像我为基督做见证，吼。所以恁伫恩事无一项无输人的啦，吼。啊，伊嘛要坚固恁到底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吼。恁受掉，通甲伊的囝就是主耶稣基督做伙有份啦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毋茫因会当伫。各种的处境的中间，拢会当得到上帝保守。某一个犹太教的律比，有一摆伊骑驴啊，要去做远的所在去旅游，啊，伊随身搁带着一只鸡母，这鸡母会生鸡卵，因为伊逐工爱食一粒卵，互伊得到营养，啊，搁炸一拍灯啦，爱点火。哦，迄个，灯油灯嘿，油灯暗时咱照光安尼吼。啊，结果迄一暗，伊要经过一段土匪常常会出现的地段啦吼。啊，有一暗，伊徛到迄个所在时吼，我如果就翘起，死去啊！啊，家母咧，嘛雄死去。哦，要死做要死安尼，哎呀，烧焦啦吼！啊，迄把灯嘛啦，因为无油，就花去。哦，我心中真懊恼啦，就伫遐埋怨上帝，你若安尼对待我啦，后来因为足忝啦。好啦，我倒就只好摇到就困去。第二天再去醒起来，他发现讲，哎呦，伫困的所在无乱的所在，有一批土匪，早暗嘛伫遐过暝。哦，因捞着足济。的物件，伫迄涂骹可能食物件，也是讲遐垃圾物件，你啊想，哎呦呀，好家在，好李家在，
真正啊，这个是咱感谢上帝，讲譬如讲驴啊，若还佫第一定会叫吧？驴啊，安怎叫我毋知啦吼。鸡母会叫哦。哦，鸡仔会咕咕咕，迄工啊。哦，鸡母嘛鸡仔会叫吼。你若活咧，暗时一定叫声。啊，若点迄个油灯啦，有点仔倒，好伊就知影讲遮有人。啊，可能伊命都无伊啊，啊，个物件抢了了。唉，那个原来讲，我来上帝就是透过安怎来保守我的性命。本来是歹愿的，结果咧，伫逆境的中间，伊会当看出上帝保全的旨意，所以对身体就发出感谢，这个万事感谢的意思。上帝伫基督内面为咱所定的旨意，吼。第三，爱甲感恩表达出来，吼。来，咱拄则读圣经歌罗西3章16节到17节，讲到基督的道理，伫逐样智慧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符三口劝，对稳定伫心内底念来学了上帝。佮凡所做，就是讲，就是行，拢着伫主耶稣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什么？拜上帝。好，这段经文吼，讲到咱三项，提醒咱，第头前爱接着听道、听讲道啦吼，听道理，甲读圣经安那，甲基督的真理丰丰富富安那。存伫咱的内心啦，吼。第二项讲心被恩感啦，不，彼此交流我毋对吼，彼此爱教导，互相劝勉，互相分享基督的道理，吼。所以咱做伙聚会时，咱来互相劝勉，互相带导，吼，来分享，来得到造就。第三就是心被恩感，意思是啥物？你要用诗歌，用神的符来学乐上帝。所以咱做礼拜爱吟诗无？哦，咱吟诗就是学乐，就是咧感谢吼。过来第四爱伫言明古迹的顶面，奉主的名感谢上帝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讲伫咱的言辞，伫咱的侍奉，伫咱的服侍，咱着尽心尽力，用安尼。来表达对上帝感谢，来，所以对上帝感谢，咱心中的感谢一定爱表达出来。咱东方人啦吼，拢较避暑，对不？爱在心里口难开啦。所以现在充满感谢，毋过嘛，咱袂晓表达，还是讲鼓励。毋过吼，人要骂人吼，袂输人啊，对不？哦，骂人拢比人较牛啦，吼，嘿，佫拗呢吼，哦，佫有刮尾水，吼，可见咱并无好啊操练家己啦，哦，咱要怎样将你的感谢是你的欣赏表达出来，哦，那譬如讲，咱拢会教咱的囡仔，嚯，咱若互你物件，一粒糖啊，一个礼物，爱甲叔叔阿姨讲啥物？谢谢，对不？咱会甲咱的囝、甲咱的孙安尼教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讲为要培养囡仔有人格上好的发展，互囡仔将来会当成做会晓感谢的人。哦，有时阵咱发现做父母对遐特别聪明，也是有成就的囡仔，咱常常会伫别人的面前甲伊学乐。毋过对遐个吼较无较巧、较无成就的，咱拢安那？无咧甲伊鼓励啦，所以比较做囡仔，伊嘛会比较啊，我伫爸爸妈妈的心内，吼，是安尼袂像目水袂平衡啊，对自卑感，甚至嘛影响着兄弟姊妹的迄个感情呢。哦，爸爸妈妈拢较疼阿兄哥，因为较巧，我着较含慢，会袂？嘿啊，囡仔中间嘛比较啊，所以有时吼，咱有做有智慧的父母。哦，你着爱安那适当的，伊若做好，咱着家己学乐；
哦，你也知影你的囡仔伊特色倒位，就是甲伊鼓励、甲伊欣赏，安尼才会当互伊人格健全来发展啦。所以爱安怎，共较济的鼓励、甲欣赏，也是感谢。譬如囡仔替咱做代志，爱甲伊感谢无？爱啦，哦，会当安尼，互伊愈来愈进步吼。好，最后欣赏就是将感谢付诸行动。哦，愿咱的一生拢会当成做一个通通馨香哦，会感恩的节，逐日都献互上帝，好无？哦，所以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会晓凡事感恩的人，就是上足份上帝宝座的人。你的祈祷，你的恳求，嘛要得到上帝赐福，咱做伙下头来祷告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知影你是赐恩典的上帝，总是阮常常却袂晓感谢，忽略上帝你的恩典。阮甚至侪埋怨，若埋怨上帝，嘛埋怨人。主啊，今仔日，圣经搁一摆提示阮，着爱凡事感谢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，还是平常，阮拢会晓学习，将阮的感恩表达出来。无论是对人、对上帝，互阮做一个凡事感谢的人，就会当得到喜乐。通过祈祷无煞，互阮会当搁较诚做一个良善。这是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，愿阮会当诚做上帝你所听、所欢喜的。阮也为着罗州教会9月21要举行临时会员和会，来监选蔡东旭牧师来请做教会新任的牧师。主啊，求你来成就这个事，也通过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来甲未来新的牧师做伙拍拼，来兴旺福音，来抢救更较多失丧的灵魂，互罗州教会得到复兴，得到进步，得到上帝你更较大的恩赐甲祝福。愿将这个事拢摆列伫上帝你面前，也甲辛苦悲痛的兄弟三甲弟弟，互因无论是心灵、身躯的痛痛，拢得到医治，享受伊对天而来迄个属灵的平安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美好信息，感谢咱做伙来吟回应诗，圣诗第584，请听你来吟传诗，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请。
请大家以万心做伙来奉献，也请这现的同工来这现。好，现在请起立，做伙来吟奉献的诗。来坐，请坐。好，只咱做伙来读经谱，伫咱的手部下骹面，正面的下骹面，咱台语读2遍，请。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让基督耶稣命的旨意。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让基督耶稣命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8节。好，接着咱来介绍新朋友，今仔日去答袂少哦。好。邱柔萱，邱柔萱有在吗？来，上去。严德胜，严德胜，林慧萍，林慧萍，谢世成，谢世成，潘志。潘志健，陈竹清，李金富，柯新瑜，严德和。严德和，徐慕德，
杨丽文，杨丽文，杨万成，杨万成，真欢喜。咱做伙来樱花说接咱来报告，请拍开咱的就报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会诚紧吼。社会公告吼，本会要聘报蔡东树牧师为本会牧师，吼，伊的简历伫下吼，伊民国73年吼41岁，2012年伫台湾师学院的道学硕士毕业。报告经历是2012年到2015年伫南中法门教会吼，是做传道师。2016年到2021年伫北中吼灵仪教会。2021年年底吼，伊判读书表吼，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吼攻读管风琴的博士学位吼，即马已经转来吼。家庭的成员牧师是陈瑜香吼，美国爱荷华大学吼管风琴的博士吼，牧家的子女吼，老爸这个是牧师庙的老爸吼，就是迄个牧师的岳父，陈一志牧师啦吼，无假的吼。中女吼是蔡柔谦吼，6岁；中男蔡瑞谦，出女是蔡浩谦吼，3个吼真好。本会第2吼，本会伫9月21号吼是连头礼拜吼，下主日哦吼，连头礼拜哦吼，召开临时会员特会吼，来聘报的监选事宜吼。根据台湾基督教会选举的规则第20条规定吼，咱的选举牧师会员特会吼，爱有现职非参会员2/3的出席，甲出席会员2/3的一票，才会当当选吼。所以呢，咱教会职在人在的吼，非参会员吼，名单已经公布伫个1楼公布栏吼，有遗漏还是有五铁的吼，请伫7日内用书面向咱的小会提出。好，第2，本会消息，今仔日要举行9月份庆生会吼，等下会后吼，稍等吼。像这吼，简芳富美、叶仁和、何国祥、林春兰、朱雅展、曾慧树、丁国明、胡美英、潘静婷、黄国昭、陈庭瑜、林杰文、林佳音等等吼，有吗？好，像这咱先祝因生日快乐吼，福杯满意吼。然后遗漏的吼，请咱的干事提出更正。9月14号吼，下礼拜吼，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吼，请兄弟关心大道，家己办心奉献吼。第3，本会圣德奖学金的申请吼，对9月1号到9月27吼，爱交成绩单吼，爱学校申请有分数证明的吼。第4吼，各单位请伫9月27进行吼，完成明年度的动工选举，甲名单吼用书面交咱的办公室。第5，社区妇女合唱团吼，礼拜2要招生吼，每礼拜2下晡2点20到3点半吼，费用是一期是12届500块尔吼。课程的内容发生练习基础乐理甲歌唱的技巧吼。
再来，指导是李冠玲老师吼，伊是东吴大学音乐系的毕业吼，各种的音乐老师退休的吼，欢迎邀请社区爱唱歌的妇女来参加吼，咱是做传福音的途径吼，报名咱的团长吼是方月姐，嘿，伊来报名吼，好。再来，礼拜后1楼，咱的创意区吼，是咱新林吼的接待区吼，拄则几位吼的迄个新人吼，请大家吼共同来招待吼，也请其他的兄弟吼会当让位。每礼拜三早间祈祷会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8。会计报告吼，8月份的收入。48万558,554块，支出29万1427块吼，结余是19万4127块吼。好，新朋友真欢迎吼。团契消息吼，当新团契是9月14日后礼拜吼，第1礼拜煞。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吼，主题是我吼，主题是路德记吼，路德记吼，蒙恩的外邦女子蒙恩的外邦女子。例会结束要举行年度的同工选举吼，客友请踊跃出席。好，或者有遗体相通吼，请为黄素贵、李玉金还有。黄慧珠、李义发、罗肖秀梅、汪宗海、陈景峰、蔡来发，傅梅姐吼，求主异地吼会当互因设立空间，为咱的国家、为咱的社会吼，伫咱在灵修的时提名代祷，为咱的国家、为咱的社会地球吼，做伙来代祷。煞只咱请长老补充报告，是再来办迄个庆生会，先来迄个庆生会好无？请树生9月份的树生斗心吼，会当来台前。9月份生日，9月份生日嘞。来，咱来为着9月份这寿星吼，来做一个感恩的祈祷吼。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你互阮有生日的快乐。那是对阮爸母的感谢，伊特别阮的母亲怀胎10个月来生着阮，伫这个世间，互阮伫当年这个母难日的中间，阮会当上帝来感谢。除了对阮的爸母感谢以外，阮也要感谢上帝，你赏赐阮活命，互阮会当到今仔日以后未来年日，嘛求上帝继续来恩待，互所有的受生身体健康万事亨通，灵魂兴旺。安尼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好，这时咱要请咱的黄荣珍
恁个来，还是校长了吼，要来补充报告。兄弟平安。小会长吼，简单做补充那个合会，中心帮我看一下合会。因为咱一般调开合会吼，咱成会标准是咱出席会员超过咱名册一半，就算成会。啊，咱当中议案的通过，或者是长老执事的选举达到一半，就拢算通过。吼，但是牧师的监选，中会甲总会搁较看重这项事。做伊的标准比咱一般定期的会员合会标准搁较悬。咱出席的会员爱达到名册的2/3，才有算成会。啊，成会的会员投票爱2/3以上，安尼才有算通过。吼，所以这个标准对伫咱要来牧师的监选是一个真严格的标准。所以咱小会咧处理名单的时阵，嘛搁较慎重。吼，所以咱较咱礼拜煞。兄弟楼骹咧看名单，可能咧甲心内小可一个犹豫。妈咪兄弟伫年初迄当阵会员合会，毋是有吗？啊，为什物到即马无？吼，因为照伫中会规定，定期会员合会，伊的标准是伫一当中，伊只要有来出席咱主日的礼拜，就有准算。吼，伊的名就会下伫咱迄个定期会员合会名册内底。但是咱要监选的时阵，迄个标准较悬。所以小会咧审查者名册时有用较严格的标准来看待。吼，咱最近若是即个兄弟伊的出席来参加聚会，无遐尔啊稳定的，咱拢有私底下联络，才会确定讲9月2日迄日是毋是会通好来。吼，所以咱可能礼拜煞，若兄弟楼骹来看名册时，你若有实在的，会通互咱互相来提醒，互相来招。9月2日迄天一定爱出席来投票。安尼，咱牧师的监选才会通好通过。啊，第二项，嘛感谢咱全部的兄弟，吼，咱各团体，咱的同工，咱的中执会，咱的小会，每一位同工传教会，为着咱牧师，要聘任这项事的代导，甲当中的条外，吼，包括咱的聘牧小组，吼，对旧年差不多，旧年即坎钟，国成牧师甲伊娟牧师就算已经请假。吼，按年任期对10月底才算完全结束，啊，对10月底开始到呾，咱的聘牧小组差不多无闲要归档，吼，啊嘛有侪牧师到伫咱当中，甲咱做伙来分享，甲咱做伙来做同，啊，真感谢上帝，咱对伫上尾啊有得到中会稳准，吼，啊嘛得到蔡东区牧师跟他家人的同意，咱要做伙来遮做伙来同。啊，望咱的兄弟9月2日，吼，后主日会记得，吼，咱出席。啊，咱礼拜煞，吼，咱礼拜煞就留落来直接开咱迄个牧师监选的临时会员合会。啊，望咱兄弟拢做伙来。啊，名册当中你看到的，你实在会记个互相来提醒，吼，9月2日拢会爱来。啊，后一场咱花语礼拜，吼，嘛会甲花语礼拜兄弟特别提醒，咱9月2日是联合礼拜，吼，9点开始做礼拜，啊，礼拜煞，咱就来调开咱的牧师监选的临时会员合会，吼，以上补充。好，感谢蔡长老的补充报告。咱蔡长老，校长老补充报告。大家咱做伙来迎委员师，请起立，传授委员师煞，咱请牧师来领导。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你大家伫着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及圣神无限的相通，常常甲咱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会，愿主赐我们大家